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灾难的消息。南美洲委内瑞拉一座非法的金矿场拜二崩山，目前尚无是已经有超过20个人罹难。也若是玻利维亚是因为落大雨引起水崩山，滚落洞徛起倒去。厄瓜多迄边嘛当咧做大水，西部是有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数十个矿工无用咧赶工，突然山坡土石开始放起刷落来，规片山壁都安尼崩落，不少人被扶走，都安尼风底伫石头堆下面。南美洲委内瑞拉南部玻利瓦州一座非法户外金矿场20发生山崩，大量矿工风外来，目前已经超过20人罹难。Yo le doy gracias a Dios que estoy vivo porque yo estaba ahí y orando. Bueno, gracias a Dios yo sentí que Dios me agarró. Y no sé, eso es cosa de milagro, porque todos los que estaban mis compañeros, uno quedó muerto y todos los que estaban al lado mío quedaron fallecidos. Pero a la gloria de Dios, bueno, yo estoy aquí. 这座矿井拔落深度达到30公尺，长度达到100公尺。当地官员指出，代志发生的时阵，可能有200人伫矿场工作，罹难人数恐惊会继续增加。玻利瓦州有防云黄金选召替阿鲁米定主管，定出现非法开采。一寡矿场的工作环境高度不安全，也毋过为着生活，不少人有愿冒险去工作。去年12月，当地也有一座矿井崩起，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同款位伫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拜山，是因为大雨造成一条河流两边土石崩落来，几啊栋厝严重受损，甚至倒去，部分居民是要哭无目屎。Allá está la calamina, ahí está mi toralit. Ahora esta cocinita se ha quedado, la cocinita nomás se ha quedado, nada más. Y están mis cositas ahí, todo se la ha llevado. Tampoco me tenía tiempo para sacar mis cositas. Y ya se la ha llevado. 当地政府已经派出工人甲重型机械协助稳定山坡，避免造成更较侪灾害。建筑工人进行减灾工作的时，意外发现一只狗仔掉伫窜流的河流中，因利用吊车追降到狗仔边仔了后，成功救出狗仔，也真做一件让人懊恼的代志。同一天，附近的厄瓜多也因为大雨发生大水，西部一座城市市区街路差不多被大水淹去，居民是寸步难行。当地市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搁疏散80户的家庭。也毋过气象单位警告，当地落雨状况会继续，可能搁发生土石流，民众爱特别注意。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都要满2年啊，有关系也未收煞，加上这国际关注转向中东。乌克兰今年需要的经费，联合国可能敢若有法度装到1成。根据欧洲智库的民调，是敢若10%欧洲人相信乌克兰落尾战赢，所以讲这乌克兰的后一步到底是要安怎行落去？上侪欧洲人是认为讲，因爱发动谈判，听乌克兰夺回领土的是敢若剩31%。也若是另外一边的这项调查，是显示出乌克兰上界大的危机，就是在西方国家敢会继续甲小天。若是美国停止援助，这欧洲就只剩40%的民意愿意继续斗相共，认为讲爱减少援助推动谈判是一声就增加到33%。无人机飞到天顶，伫空中监看战区。俄乌战争历时就要满2冬，煞完全无停战的意思。乌克兰军情有关伫前线坚持，反抗俄军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що взяли Авдіївку, це не закінчилось на цьому. Вони далі штурмують. Далі за Авдіївкою наступні села і,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що там ще у нас? Мирноград, як великі міста, і Покровськ. Тому, да. 俄乌战争战袂停，国际社会最近一直呼吁，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抵抗俄国的攻击。也毋过，欧洲重要智库德国批评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对12个欧盟国家做民调，只有不到10%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伫战争内底赢。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受到美国国会拖刷对乌克兰新的援助的影响，对俄乌战争未来感觉较悲观。毕竟20%受访的人认为俄国最后会胜利，37%认为战争会伫妥协之下结束。
超过40%的人认为澳洲应该推动俄乌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匈牙利、希腊甲意大利的民众是唔望推动支付接受和解协议。另外有41%澳洲人唔望增加也是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毋过只有1/5的人唔望澳洲去填补美国撤过的资源。这嘛，互联合国今年当总着的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只有需要金额的10%。We have, for 2024, launched an appeal for $3 billion, which is less than last year. We have right now about 10% of that. 联合国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布朗表示，2024的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严重不够。如果会有850万名伫战区生活的乌克兰人，唔可能无法度摕到包括食物甲水食的基本援助，嘛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听到乌克兰议题是愈来愈无感觉。公视新闻台同朋友。战争2年外，除了前线，本地是乌克兰的土地属予罗西亚占据的地区，因遐民众是发起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对抗罗西亚。亲像是一个街头喷漆、白黄丝带，甚至是偷偷放乌克兰的国歌。另外，其实罗西亚国内嘛有未少反战的民众，因是拢低调提供乌克兰需要的物资。用喷漆的方式，将代表乌克兰国旗的蓝色甲黄色四界喷伫街仔路的壁顶，也是条仔顶头。也是甲有乌克兰标志的海报，或者是黄丝带用大的、用白的，偷偷啊放伫民众看会到的所在。2022年4月，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去互罗西亚军队占领，当地有民众开始用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来反抗罗西亚。2022年11月，乌克兰军队成功甲赫尔松收复回来，但是这种反抗罗西亚的行动并无停止，甚至扩大到其他去互罗西亚占领的乌克兰城镇。参加的成员把这种行动号名叫做黄丝带公民抗争运动。Yellow Ribbon resistance movement is like non-violent, very peaceful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 for all Ukrainians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除了喷漆、白黄丝带，参加运动的成员卖伫罗西亚占领城镇的街仔路，用手机啊放乌克兰的国歌。因为是偷偷啊翕的画面，所以影片的镜头看起来害甲真厉害。虽然有人感觉这并不是啥物了不起的反抗行动，但是参加的成员讲，因其实是冒着真大的危险来做这个代志。It's very risky to be Ukrainian at occupied territories. So basically, all Russians think that every Ukrainian, every citizen is the partisans. 目前伫网络平台，差不多有1000个人会互相分享消息，希望罗西亚占领区的乌克兰人袂感觉孤单，唔通放弃希望。事实上，有一寡罗西亚人嘛会点点啊帮助乌克兰的难民，用安尼来表达因对罗西亚攻打乌克兰的不满。伫莫斯科，也是圣彼得堡这大城市，拢有一寡民众会主动提供衫裤，也是其他生活用品，互当地乌克兰难民。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могают тысячи людей, только люди в цел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амих себя, и тех, кому они помогают, об этом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虽然真小心，尽量莫公开去批评罗西亚政府，但是敢若是伫网络顶头要募款来买物资，互乌克兰难民，志工的银行口座就去互停掉。不过，这志工讲，乌克兰难民的遭遇实在互人真艰苦，所以无论如何，因还是会继续提供难民食食甲物资。这是因目前唯一会当为难民所做的代志。记者感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外国资金增加投资日本，东京股市的日经指数今日是破38900点，是34年来上盖悬纪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澳洲的政府宣布，未来10年是要加开代票2200多亿，加造15只海军舰艇，数量会达到26只，用来对付中国的军事威胁。英国《Times》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发声明，呼吁以哈赶紧停火。因为英国的方式是真罕的公开评论政治，威廉王子这回发声，得到47%受访者的支持。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佮减免15万人的学生贷款。拜登自就任以来，已经减免超过1300亿的美金，争取少年选民的支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上海一间治安公司内部的文件泄露，因甲中国官方合作，甲台湾、澳洲的政府机关甲企业发动网络攻击这款行为，嘛去互压出来。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裁定冷冻的胚胎等于就是囡仔，就是一条性命。若是胚胎死亡，就算是犯罪。不过，医界就抗议讲，并不是每一粒胚胎拢会当顺利成长，保存嘛有伊困难的所在。所以讲，这项判决对做人工怀体是真大影响。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昨日做出历史性的裁决，以7比2的票数裁定冷冻胎胚看作是儿童。判决指出，还未出世的生命体，无论是倒一个发育阶段，拢爱看作生命。冷冻胎胚嘛适用。这个裁决是为一间承受诊所的患者走入去胎胚冷冻处，甲部分胎胚创歹去。相关的3对翁仔某事后对诊所提出过失致死诉讼。下级法院本来裁定胎胚无法度定义做人还是儿童，驳回诉讼。不过最高法院昨日的裁决，可能让诊所爱面临刑责，不过影响范围唔哪只。We know that not every embryo even gets to a stage of several days, let alone a live birth. And so to say that every single embryo is a child is just factually incorrect, flies in the face of science. 原因就是子宫红婴仔的不孕治疗，唔是每一个胎胚拢会刷入去子宫，无意识的健康胎胚可能会冷冻储存。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裁定，冷冻胎胚是囡仔了后，保存规范一定都要改变。上界直接的就是实验室投保范围一定要增加。If I can't insure my tanks, if I can't insure my lab, then I can't run a business. And if I happen to pass that cost on to the patient, then it's going to b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for the people of Alabama to be able to store embryos. 医界佫指出，除了增加投保成本，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若是有人恶意破坏胎胚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可能根本都未承保。这种情形，诊所会面临无度知影的法律风险。不过，反对替人士是亚上手赞成这个裁决，因为大众会当趁这个机会了解做子宫红婴的无道德。目前，阿拉巴马州部分生育医疗机构已经暂停子宫红婴的治疗，判决所造成的问题。恐惊会持续发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卫组织统计，全世界是有超过3亿人有忧郁症。不过，这遵守一款新的疗法，是把电极放伫咧脑内底控制脑波，目前这实验的效果真好。My famil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depression specifically. My parents actually both took their lives before I was 30. 美国妇女霍伦贝克长期因为重度忧郁症真痛苦，所谓药物甲定定用的电疗法 ETC 拢无明显的作用，到尾选择实验中的侵占脑部刺激法 DBS， 伊伫精神的状况下接受手术，互医师甲电极放入去大脑较深的所在。忧郁症发作的时阵，脑部会无正常活动的位置，经由配合电线连到胸坎放入去的控制设备，持续发出微量电流刺激，也会当随患者情况调整电量，阻断负面情绪的信号。Very, very simply, DBS,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s a pacemaker for the brain. 霍伦贝克是讲，侵占脑部刺激对家己真紧有效，身心沉重的负担感降低，袂阁生活无趣味。目前持续配合药物的治疗，嘛定期甲控制器记录的大脑活动回传予研究人员分析。深脑刺激疗法较早已经应用伫治疗帕金森氏症，也甲忧郁这个疾病。真侪组研究人员当地测试，改用伫忧郁症的治疗。2022年的一项研究，讲做 DBS 治疗忧郁症的平均缓解率是60%。美国 FDA 承诺会加紧评估，医界也希望这项新的疗法会当真紧得到批准。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新加坡政府宣布，对2026年开始，对新加坡起飞的航班，拢要用较环保的永续航空燃料。所以讲，卖加扣一条税，这就代表讲机票可能要起价啊。新加坡2年一届航空展，民众上爱看飞行机的特技表演。上特别是，伊的飞行机是用永续航空燃料。新加坡政府已经伫当地时间19宣布。为了实现零碳排的目标，按2026年开始，按新加坡出发的飞行机，拢要采用更较环保的永续航空燃料。不过，永续航空燃料比传统的燃料贵3倍到5倍，政府按机票扣税来补贴成本。所以，旅客若是要出国买机票时阵，除了机场税、燃油附加费，还要交永续燃料税。新加坡是全世界头一个收永续燃料税的国家。
新加坡民航局指出讲，英属航空燃料的初期目标是要将用油的趴数提悬到总燃油的1%，按算伫2030年的时阵会增加到3%到5%，时到会看全球的发展甲英属航空燃料的可用性甲使用程度来决定。 We are firm believers in SAF is the key solution to decarbonise, and we'll continue to push. 英属航空燃料是化石喷气燃料的环保代替品，毋是按石油提炼的，是按会当再生的资源生产，譬如讲生物来源的废油、农业废品，还是非化石燃料。目前占航空燃料市场的0.2%。新加坡交通部长宣布，到2050年，新国甲国际航空业会实现净零排放。 其中无包括樟宜东甲樟宜机场第5航站。不过，若是照目前全球的产量来看，分析师讲，无充足的英属航空燃料会当满足需求，也是政策。 All of this we have been so far lacking in aviation. So, and that's explaining why the production and the volumes and the availability up until now has been so limited. 不过，除了产量了外，外界阁忧心英属航空燃料的成分，毋是完全按会当英属来源的燃料所做的，特别是棕树油。东南亚主要的棕树油生产国为了增加产量来错调森林，而且欧盟嘛无认定棕树油是一种英属燃料。新加坡生态商业的副主编希克斯特别强调讲，虽然新国政府一直强调英属航空会当加入绿色飞行的解决方案，不过实际上航空公司并无具体说明。 飞行机燃料的来源，公司新闻新6倍编译。世界遮的米尼猪是真亲近人，又搁清气，改变这民众认为讲猪仔拢是垃圾理论的印象。说讲伫咧日本的东京，就有一间米尼猪咖啡厅，伫咧当地真受欢迎。 猪仔包物件看起来真舒适，边仔游客抱起只迷你猪，一直笑眯眯，看起来真满足。这是为鸟头鸟将会行过了后，东京领会动物咖啡厅、迷你猪咖啡厅，吸不少人上门近距离接触。Oh, they're just so cute, so tiny and so small, and kind of want to take one home now. 迷你猪咖啡厅是伫2019年开业，过去4年外继续拓展分店，即马已经伫日本有10间分店。这种猪仔大汉了后，体型也是无甲拉大，而且这猪仔个性无介一个人，所以真亲近人。加上真爱清气，身躯无臭味，也改变过去一般人对猪仔有臭味的印象。個体によって本当に一人一人一匹一匹性格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の集合で豚さん見ていただくと、おそらく気が強いなであったりとか、この子優しそうだなとかっていうのが気づいて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过去这几年，日本流行动物主题咖啡厅，为鸟头鸟到水獭这动物拢有，大部分都是民众平常时较无接触到的动物，所以吸引真侪人上门消费亲近动物。香港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博尼布雷克表示，选择动物咖啡厅的时阵爱细致，避免接触外来种甲无关系甲人类接触的野生动物。Ethical sourcing of the animals. What happens when the animals leave the cafe? I think all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nd I think it does come down probably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 I think governme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ind of make sure that these things are certified and that the animals are being sourced ethically and that there isn't any kind of illegal trade involved. 另外，加亲近动物对身心健康有帮助。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兽医临床学的教授科恩利奇认为，包含甲动物互动，会降低血压、减少头痛、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增强幸福感，协助应对压力。愈来愈多证明显示，甲宠物互动或者是饲宠物，拢能为心理甲身体健康带来好处。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英格兰有一只山羊，逐礼拜拢会对主人送鸡卵去传片因兜，已经做这项工课4年啊。不过即阵因为伊着伤，只好退休，基面拢真唔甘。每礼拜5住伫英格兰牛丁郡这个村的苏老师，伊会牵一只叫做阿伦的山羊，为庄仔内的人送新鲜的鸡卵。4年落来，会当讲所有村民拢对阿伦真熟悉。Now you got some eggs for me today. I have. Alan, don't eat the sage.
There you Thank go. very much. Lovely. You're I've welcome. got some money. So you've got some lovely fresh eggs there. Yep, and Sue brings these on a regular basis. Now Alan brings them. Yeah, Alan. Correction. Alan brings the eggs. What do you make of Alan coming and bringing you eggs? Well, he eats my flowers for me and various things like that, and he's a real character. And, well, I had a builder man here. He said,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He was just amazed. 苏老师本来饲羊仔是为着要生产羊奶甲起司，选油工是送去屠宰场做成油啊。要毋过阿伦出事了后，伊决定将伊留落来，要毋过留伫农场就爱做事。伊为伊特别制作载物鸡，就安尼逐礼拜五阿伦就爱载2台鸡卵，行2英里的路4过去送货，会当讲是昨仔来上受欢迎快送完。要毋过误会阿伦2年前去马亚攻击受伤，苏老师拍算互伊提早退休，由其他的选羊仔接落去做。同款互民众学到的也阁有伊比利半岛上特有含名叫做夏利的大山鸟。西班牙南部最近野放5只即种鱼缸顶加一只乌毛当作狩猎的动物。当地的大山鸟因为偷拉落沙甲生态地风侵占，伫2002年强要灭绝。经过有关当局的积极呼吁，2020年底大山鸟的数量突破1000只，目前受威胁的程度已经为极度濒危下调到濒危的等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节目，我是苏眉。明仔载新闻世界通为大家放送罗西亚乌克兰战争2周年特别报道，邀请学者、记者为大家开破当地状况。咱明仔载暗时11点再会。